敬德请曾牧师题目愿上帝赐予恁。兄弟大家圣诞快乐！圣诞节是一个领受祝福的日子，咱互相祝福。你甲你身边的人讲，上帝祝福你，上帝祝福你。今仔日咱做礼拜，每一个大人囡仔兄弟姊妹，无一个人例外。愿天父上帝赏赐恁伫今年的圣诞节一份，比这礼物更较宝贝。等一个牧师要甲恁解说这个圣经的话，讲祝福。祝福这个话的原文的意思，就是一份真宝贝的活命，一份真宝贝的活命，伊赢过所有世间的礼物。今咱所读的两段圣经，第一段圣经是民数记，这是3500几年前，上帝爱伊的囝儿，爱伊的奴仆摩西，甲因的所有兄弟姊妹互相的祝福的话。伊讲：愿上帝赐福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互伊的面的光来看恁，赏赐稳定互恁。愿耶和华恩恁养脸。养脸的意思就是讲，伊无往你变面。白话字的圣经讲欢喜的面，愿上帝将伊欢喜的面赏赐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。对今仔日开始，咱对上帝领受的话，咱来互相祝福，因为这是上帝交代。爸爸妈妈爱甲囡仔祝福，毋通常常干那责备，较侪鼓励，较侪祝福。上帝讲，恁都爱奉我的名。上帝讲：你要奉我的名，甲所有的人，甲你身边的人来祝福。愿你的人生真做人的祝福，愿咱的教会嘛真做咱的厝边的祝福。也愿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领受上帝的祝福。圣经内底上宝贝的祝福，放伫这个所在。约翰福音第3章16节，伊讲：神爱世人。注意这句话，甚至。意思就是讲，上帝疼咱超过一切，超过什么？超过伊上宝贝伊家己的活命，伊用耶稣基督来赏赐予咱。咱要领受今仔日的圣诞节的祝福，咱搁一摆，咱恭敬同心来祈祷。祝你今仔日圣诞节的临到，愿伫你的面前，除了感谢以外，愿搁有娱乐。我要感谢主耶稣，你来到阮的人生中间。我要学了上帝你完全无保留的疼。所以今仔日我要照你家己的吩咐，我要甲阮身边的人来祝福。愿因阮拢白白天顶上帝你的祝福临到伫阮的中间。愿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祝福的开始。所以将你天顶的福气赏赐伫阮的中间。互阮够业够有春，不但有春，阁会当满出来，福杯满溢，通成做别人的祝福。愿伫你的面前学了你，因为你是稳定的上帝。愿咱恳求祈祷，我叫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上帝将伊的独生圣子赏赐予咱。这就是每一年咱过圣诞节真要紧的目的。咱要伫今仔日学了，所以咱圣诞节咱拢称圣诞节叫做赞美礼拜。赞美的礼拜就是讲，我的救主耶稣已经降临伫我的生命中间。伊是以马内利，伊是救主，伊是我的上帝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用这句话互相的祝福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做礼拜了后，毋通袂记哩，这句话要甲背起来。犹太人3500年，因拢是安尼咧祝福。这句话嘛，真侪保罗伊常常写批伫伊的批信最后的这句话：愿主赐福保护你，愿主欢喜的面光照你。就亲像妈妈抱囡仔的时，伊将伊拄出世的囡仔抱伫伊的胸前。兄弟姊妹，恁会当想象
迄个妈妈的面是心中的面，伊还未抱起来，进前一定真欢喜，已经用笑容啊，甲这个囡仔抱起来的时阵，伊就笑眯眯。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嘛有真侪拄出世的囡仔，啊，你拢爱真爱安尼，一个那就爱接力赛安尼，一个抱过一个，啊，你就讲好我抱一个。我毋捌看一个人咧抱咱教会的囡仔吼，是安尼受气的面去抱迄个。恁敢捌安尼？你若用受气的面去抱迄个囡仔，迄个囡仔可能大声就哭啊！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用伊欢喜的面，伫今仔一个礼拜来看恁。愿天父上帝啊，将即句话写伫恁的心内，写伫恁的喙唇，恁常常用即句话来祝福你的囡仔。即句话有两种的意思，就是一种的意思是得到稳定、施温；第二种就是上帝欢喜的面来看咱。上帝欢喜的面来看咱，伊的意思就是代表上帝对咱完全的接纳，也这家己起来。圣经咧讲，上帝仰怜，上帝欢喜的面看伊所创、伊所疼的囝儿、查某囝的事，迄个面是代表上帝对咱的接纳。今仔日咱的教会礼拜一年一摆，上特别对向日葵学员，无论是毕业生还是在校生，因拢会甲咱做伙过圣诞节的礼拜。牧师要伫这个所在代表教会，祝福所有向日葵学员的孩子。上帝将一份真宝贝的礼物，好像幸福的种子，好像幸福的种子，上帝将这个放伫恁的生命中。咱的教会今仔日嘛有成长营的孩子，成长营的孩子就是下晡时，因会来咱的教会写功课，啊，然后食暗顿，然后因就回家。这个囡仔是咱的社区宝贝的囡仔，嘛是咱教会的囡仔。搁有就是喜乐堡医院所有咱的兄弟姊妹，其实因真爱来咱教会做礼拜。拄几日前伫喜乐堡医院，伫遐庆祝圣诞的时，因为10个人比赛唱歌比赛，哇！良乡伫咱头前第一排坐伫上中的，吼，搁有青铜，因每一个人伫遐唱歌的时，因充满娱乐。兄弟姊妹，愿咱的教会荣光上帝，互所有无共款的温顺的人，咱坐做伙，咱成做一个大家庭。愿咱的上帝将伊的平安赏赐予咱。今仔日牧师要问咱三句话，第一句话，你敢找到你人生中间上宝贝的祝福？你若已经找到，愿上帝将这份宝贝的礼物放伫你的人生，一直到你人生的结束。如果你若要搁咧找，无真肯定，愿今仔日的圣神将主耶稣的祝福赏赐予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。这份礼物是宝贝，超过用钱所买的礼物。咱拢真爱礼物，但是有什么种的礼物会当互咱一生用之不尽、取之不绝？有什么种的礼物是会当伫咱的生命中间，真做自然而然，亲像迄个涌泉，就是迄个真正活活的幸福，不断伫咱的心中，互咱常常带有满足的欢喜。就是亲如大笔所讲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，我的肉体要安然徛起。祝福这个囡仔，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互咱一个真实的祝福。圣诞节本地就是应该爱安尼，愿咱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圣经内底有一个故事咧，讲起有一对的爸爸妈妈听到耶稣对因的庄头过去，来到因的庄头，这个爸爸妈妈紧带伊的囡仔，甲耶稣讲：耶稣，请你甲我的囡仔祝福。新约的圣经3本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拢讲到这个故事。耶稣就抱这个囡仔，然后甲伊画手。兄弟姊妹，圣诞节意思就是咱的主耶稣来到咱的人生的中间。愿这个主耶稣今仔日画手伫恁的家庭，愿这个主耶稣画手伫恁的人生中间，无一个人例外。特别向日葵学院的同学，这个耶稣
要还手伫恁的人生，要开恁的目睭，要互恁的生命充满了祝福。愿恁每一个人拢来到主的面前，因为耶稣讲，这是天顶的祝福，这是上好的祝福，这是无人会当甲你抢去的祝福，这毋是用钱买就买得到。所以伊的学生彼得才讲：金银我拢无，但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。恁会记迄个故事吗？耶稣的祝福是你的内底，你毋免烦恼讲你有偌济银行的存款。这个祝福就是互你深深相信，当你需要的时，耶稣的名就成做你稳定的锁匙。这是上好的祝福。所以圣经特别新约咧讲祝福，伊是对一个字叫做 eulogos。eulogos，eul 就是悠悠的悠啦。迄个悠什么意思？伫希腊文伊的意思就是美好。我爱我的囡仔美好，所以当我咧找一个名互我的囡仔的时，诚做我的祈祷的时，我甲上帝讲，这就是好。愿天父上帝，你将上好的生命享受阮的教会兄弟姊妹。eulogos的有就是好，logos的意思就是生命。所以原本的祝福的意思，除了讲好结条的话，伊更加要紧的意思就是将上帝将一份宝贝的活命、美丽的生命、完美的生命，拢放伫咱的中间。兄弟姊妹，你若愿意，还阁有2-3天才过圣诞节。今仔日是22号、23、24、25，这几日你会当试看卖。伫你要困之前，你伫你的厝，你嘛点倒蜡条，然后你甲耶稣祷告，主耶稣，请你进入我的家庭。主耶稣，求你将这份美丽的生命，亲像幸福的种子，放伫我的人生中间。兄弟姊妹，愿恁明白这句话甲这个祈祷何等的重要。意思就是我落地啊空空。但是上帝将迄个幸福的种子，将迄个幸福的祝福放伫我的人生的内底。这个祝福要慢慢直直成长，这个祝福要满满伫阮的中间。愿我将这句话送给兄弟姊妹，也愿恁明白，圣经中间所咧讲的祝福，毋是普通的礼物，是真正的活命。迄个礼物，约翰讲。道成肉体，踮伫咱的中间，充满稳定甲真理。兄弟姊妹，这个道就是耶稣，伊的意思，耶稣要成做咱生命中间最宝贝的礼物。耶稣要成做咱人生中间上要紧的祝福。有这个主耶稣，咱的人生要充满智慧；有这个主耶稣，咱的人生要充满喜乐甲平安。有主耶稣。伊要将以马内利，就是上帝临在、神同在的权柄，上帝同在的快乐，互咱无去再做一种乞食性的人生。乞食性的人生就是我永远的欠缺，我永远的祈祷，我永远的无够，所以永远的欠缺中间，我就要仰望这个上帝。但是当咱有主耶稣了后，咱的人生无去再是安尼。迄个自然而然有创造性的能力，有迄个生产性，迄种的稳定幸福，要伫恁的人生的中间。在座兄弟姊妹，愿主耶稣将这个eulogos这个祝福，享受互恁的家庭，享受互咱的教会。道成肉体，踮伫咱的中间，这代表上帝完全无保留的祝福。所以约翰福音对头一句话，伊讲起头有道，道甲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然后伊就讲到约翰福音第3章16节，今日咱所读的迄段新约的圣经讲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无保留的礼物，超过一切的保留。迄个甚至这两个字。基本上，伊就是咧讲起
超越迄个保留。上帝听咱到无保留，伊将伊完全的祝福放伫咱的人生中间。也这你渴慕，你较无即种的祝福嘛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耶稣祷讲，主啊，求你祝福我，求你赏赐我平安，求你赏赐我运费。阿们吗？咱伫今仔日的圣诞节，咱开始过一个无欠过的人生。也这你羡慕吗？你羡慕迄种毋免去甲人讨，毋免去甲人开喙。做德堂教会的中级应该知影，咱的教会捌真欠缺一段时间，但是后来伫咱共同的生活、信仰的中间，咱学到这种的功课，只向神开口，不向人开口。你会记吗？独独只有向上帝开喙，无向人开喙。就亲像一个囡仔大汉了后，伊无搁再甲爸爸妈妈讲：“爸爸妈妈，我无零用钱啊！”因反倒转来，因有能力，通回馈，用感谢来互伊爸爸妈妈讲：“爸爸妈妈，我感谢你。”兄弟姊妹，这偌大无共款。当咱抑个软弱的时，咱来甲咱的父母开喙。当有一日上帝将迄个丰盛的幸福放伫你的人生的时，上帝爱你真做祝福人的人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祷讲，主啊，求你用你的面、欢喜的面来看我。愿天父上帝真正对今仔日开始，互你常常看到天顶上帝伊的笑容。上帝是带有阳光的上帝，所以犹太人知影，既然看到上帝的面，就会当看到光明；只要看到上帝的面，就会当看到上帝阳光甲尊贵。原来你做的面前，毋是干那看到倒边叫做上帝变面。圣经中间有讲起上帝的变面哦，因为人得罪伊，因为人无爱听伊的话，因为人计较，因为人骄傲，因为人做了上帝无欢喜的事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是看到伊欢喜的面，毋是看到伊受气的面。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，咱明白，当上帝将伊欢喜的面往咱的时，每一日的天光，愿天顶的日头将阳光带到这个地上的时，愿天父上帝将伊欢喜的光嘛放伫你的面梦中，用伊欢喜的面叫醒你，将幸福、欢喜、平安做你一日的开始。这就是一个受祝福的关系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今仔日领受。检查咱金运也有欠缺，但是愿咱伫主耶稣的面前讲：主耶稣，我有你，我就够硬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家己领受，因为主耶稣伊有祝福伊的学生讲，恁才会受祝福的家儿来承受天父上帝甲恁预备的天堂。愿天父上帝将天堂的祝福赏赐予咱。最后，牧师要甲恁分享一个话，就是咱的使命。我们既然活在耶稣的爱的里面，咱既然已经领受耶稣的疼，咱来成做一个祝福人的人。愿咱的教会成做一间祝福人的教会。今年的彩节，咱的教会出去分气球、分糖啊，咱的人数是往年中间上少的。因为咱今年并无特别报告邀请咱的社区的囡仔，但是有的囡仔还阁是知影咱要彩节，所以听到电子花车的音乐、圣诞节音乐时阵，因就开始走来。然后伫咱彩节咧分这个气球的时，有的人就开始翘倒来对咱，有的人听到街仔有这个圣诞音乐的时阵，因就翘倒来四界吹。但是因为咱的德堂乡的街仔路那是棋盘式的。所以，伫这条路，才听到声，伊毋知伊伫对一条路，伊就规个德堂，那么直直说，直直吹，直直吹。当咱停伫十字路口迄个红车顶的时，倒有一个园林客运的车，最后一班车要去二林，所以对遐过的时阵，都停伫迄个红车顶停落来。
大家都规车顶的人拢真好奇，司机竟然把迄个园林客院的车的门拍开，雨神就马上冲去咧车顶，规车顶拢喷汤啊！当用喷汤啊了，大家都落来，结果回头一看，迄个司机的脸很茫然，伊想讲谁都开无喷给我。兄弟姊妹，一块糖啊，都会当互人遐尼欢喜啊！但是今仔日咱要领受的，是一个看袂到，但是上宝贝就是耶稣祝福恁。兄弟姊妹，你们很棒！今年的圣诞节，大家人拢努力咧预备圣诞节。天上的爸爸，天父上帝，真欢喜，因为咱有的人真无用咧填咱的四户。咱有人真无用咧做手工饼干，咱有人真无用咧款礼拜堂的布置，咱嘛有一人真无用伫昨下晡度切羊仔肉，咱有真侪人真无用，认真咧练圣诞节歌。兄弟姊妹，伫欢喜的时刻唱出欢喜的诗歌，邀请咱的兄弟姊妹、咱的亲人，伫今年的圣诞节。活出美好，愿天要上帝互咱真侪祝福人的话，请会记你今仔日咱所读圣经内底旧约民数记，耶稣甲摩西讲：你爱甲阿伦甲伊的囝甲世世代代做祭司的人，恁爱为恁的兄弟姊妹以色列人讲祝福的话。兄弟姊妹，牧师今仔日带恁共读这段的圣经，牧师要爱要求恁做一项代志，对今仔日开始。咱的嘴讲祝福的话，好不好？咱的嘴讲祝福的话，无论你有偌大情绪，但是宁可用祝福赢过责备。咱伫今年的圣诞节，咱有一个改变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学习奉主耶稣的名，祝福你的身边的人。阿们吗？爱安尼做哦。对今仔开始，得时不得时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祝福你的亲人，祝福你的朋友。上帝祝福恁，上帝祝福恁，上帝祝福恁。咱来祈祷，主感谢你，你赏赐阮你的教会，伫阮人生的旅程顶悬。这个教会亲像阮妈妈爸爸的厝，阮何等的欢喜幸福！感谢你赏赐阮一间三听的兄弟姊妹的教会，阮伫你的面前为着这种的欢喜感谢你。但是更较要紧，主耶稣，你讲你来到这个世间是为着要让世间人得到丰盛的活命，就是有 Logos。主，你要将这种的福气赏赐给阮。就是一份活命的礼物，阮伫你的面前讲阿妹的事，愿主你填满阮生命的杯，互阮手旁救恩的杯，甲人同得福音的好处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俄罗你的圣尊名，到万世代，阿门。